请观赏《误我青春20年》。我甘愿哦，走投无路哦，我就袂甲要求啦。你的手段我认真交给。我咧想吼，以后你咧对付我的吼，可能吼比赵启东吼更较浓毒啦。查某，唔知我变啥吧？朱桥，赶紧去接车，吼，啊较早困，啊明仔载较早起来，才收拾的款款的，咱搬来水摊边啊，遐大几架，有听无？去，对。有闲哦，真希望跟我明夫来遮行行咧。就好呀，欢迎你来。你有男朋友无？有啊，我毋捌听你讲过，是啥人？阿清变大学生，阮从细汉斗阵大汉，也毋过阿清爸无同意阮结婚，为虾米咧？伊要按我叫出去。哦，即摆伊搁离开故乡，伊伫厝诶记袂着阿清爸啊，我有去外口打拼，实在找因老母。我希望你会当到谢谢。你看哦，迄个赵启东哦，我看得起来，看要有所在，还阁看无着。唉，阿爸，这间厝，安尼也住20年啊，真紧。阿爸，我对不起，拢是我不好，甲你辛辛苦苦所建立起来家庭全部甲毁掉。即摆连大情拢无。惊！我早毋是甲你讲过，这拢已经过去，这间厝也是阿爸苦双手赚的，对不对？咱以后要有机会啊，咱会使搁趁钱，转来搁起一间比这间搁较好咧。是啊，咱有志气。阿爸。对啦，我某啊出国去旅游，万一若大，又袂着看要安怎？袂啦。袂就好啊。你是两年米吼，就去水车前兜啦。妈，那我要来看咱兜住，阮哪来去水泉前啊？哎呦，我咱到田小姐再去爬山，我也袂回来啊。那呢？我袂晓来当你上阿因兜去，你有讲过？你看我是。我以后拢真准时。我嘛咧等你。海子。搬厝。阿三。我甲你讲，这厝吼，我等下，但是我未搬厝进前，你莫甲我踏入去厝的脚步。阿伯，是发生什么代志？无啦，无啥物代志。毋是无啥物代志，是我要来叫伊搬厝。小姐，这敢若真面熟，伫倒捌见过面哦。咱有见过无见过，这种无重要。我拄食伫路的听管讲，王阿伯欠你钱是？毋是欠我钱，是因迄个了尾仔囝将伊的厝契，甲着所有的财产摕
兄弟啊，我只是转手甲收倒的，拢总欠你偌济啊？欠目前的违约金总共。老朋友啊，我绝对袂去打量。那你上好啦。有可以动，即摆无代志啊吼，你会使走啊？请。甲钱啊，后会有期。哈哈哈。阿伯，你莫搁甲我讲感谢的话啊啦，非得我这条命嘛是你甲阿管搞救上来。拄则人毋是咧出钱。阿伯，你搁来啊？以后好好经济无重，钱无重要，你若无够，我搁借你5000万。阿亲伯，上重要的是人甲人中间的爱，互相关怀。为何苍天？秀秀，秀秀，秀安怎？秀秀，安怎你紧讲？秀秀安怎？秀秀，总经理，会使见哦，讲有人看伊伫溪仔边安尼行来行去啦。你也听人讲吼，跳河自杀啦。我相信吼，这是看唔到人啦。秀秀无可能会自杀嘛。你不应该先对待我，秀秀，你不应该你对待我。我辛苦请养20年，伊无完成我的心愿。你不应离开我，你害我来放手我，你就出去行，秀秀。就是要感情，拢是害我，拢是害我变成一个样破旧的人，拢是害我。
前面甲你讲过啊，你就袂用个怨恨嘛。我一切拢冤啊！我一切拢冤啊！安尼都对着你家己的我，你叫秀秀啊！秀秀，张经理，你袂要死。你快点秀。张经理啊！张经理啊！张经理！想无。我的心情可怕。是玉萍回来啊！玉萍，玉萍啊，我拄仔甲妈妈吼，等你讲着你咧。玉萍，这位小姐是？我嘛无熟悉咧。玉萍，啊无熟悉，你若甲带转来咱兜咧？妈，我感觉伊吼，该是安尼呢。大口雨落遐大哦，啊，家一个人哦，徛伫河边啦，啊，甲问啥物拢毋讲话的。我甲送去派出所，反倒顿讲叫我甲带转来厝的，顾两工的好人做到底，我甲带转来啊，安尼哦。啊，妈，啊无吼，先甲带去洗一下身躯咧。好啊。啊，妮仔，头拄仔林局长敲电话来讲，伊嘛有代志要甲你讲者。哦，知影，会记咧敲互伊哦。好。玉萍啊，你叫会讲叫讲吼，我吼够心美的呢。喂，是啊，江主委啊，哈，啊，就一两工啊，伫咧南部巡视工场啦，嘿啦，下暗哦，恐惊袂用尽呢，明仔载好无？吼，安尼哈，好，再见。玉萍，下暗吼，咱来好好庆祝者，好无？唉。喂，副总，什么代志？什么？哦，我马上来。玉萍，公司临时出一个问题，我随去解决。对啊，你敲一下电话，甲阿伯讲者。喂，这个问题哈，王阿青、王阿伯有伫咧无？主叫你，嘿啦，是，什么？阿伯感冒无爽快哦。我无代志啦，我是要敲一个电话甲讲，我已经到台北啦。嘿啦嘿啦，好，再见。啊，喂，歹势啦，麻烦你一下，顺便吼替我甲关门好。嘿，好，再见。玉萍，你这个敲个电话找一个什么王甲清的人，就是救我迄个王阿伯啊。妈，你敢有熟悉是？无定是名同款，毋是同一个人啦。哦，啊无我要上班啊。暑假，遐一下过你哈，拜拜。较细腻的哈，玉萍。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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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素文，
摆电话若失来，伊拢认为是主文卡。唉。王一定，王一定，王一定啊！秀秀吼，有来找主强无啦？哈，无哦。怎么样？我咧总经理啊，为着秀秀的代志哦，去到云龙去啦，啊，怎么生病啦？即摆咧急救啦，啊，这个代志真严重的款啊！啊，你今日去陪看伊啊？叫我去看，别当。阿清伯，阿清伯啊！过来。我看你安尼客厅爱行来行去，我知你一定有心事哦。什么心思啊？我哪有什么心思？有啦，哪会无心思？我知影哦，你咧想主文，无要紧，阿伯我答应过你，我会去甲找回来。阿清伯啊，我知影你即摆心内想根本就毋是这件代志嘛。去甲看看的啦。嗯。我即摆是要看啥人？你明明知影，哪会搁问我咧？我听吴经理讲，伊的病情足严重的，有定还有性命的危险呢。有影。安尼我就来甲看者。想看啥？你叫我去看迄个查某人哦？阿清伯，毋是查某人，是你过去的爱人啊。什么咧爱人啊？伊为着要保护我，用这款的手段。过去的代志我无想要讲的，叫我去看哟，免想啦。过去的代志就煞煞去啊嘛，啊，就拢几十年啊嘛，应该结束啊。去甲看看的啦，伊即摆伫咧破病，一定足希望你去甲看的啊。敢有影？嗯，一定的，因为爱你啊。你哪知？阿清伯，感情的代志，你应该比我更加清楚才对啊。人讲啊无爱，哪有分呢？对，好，这句话上实在，一定爱才有分。啊，你今日去甲看。好，哎，我即摆随来甲看。阿伯，啊你对阿伯用这款的手段，啊你安尼甲我说，安尼说，你是要诱拐去看迄个查某？免孝想啦，我袂去甲看。阿清伯啊！你讲啊，你遐坐啦，免劝我。阿清伯，你莫安尼讲好无？佮安怎讲？伊即摆咧受伤呢？受伤，迄因兜的代志啦。伊今仔会变甲安尼哦，拢完全是伊家己一手造成的啦。遐坐，免搁劝啊，免搁劝啊。啊，你意思是你毋去甲看？嗯。安尼我家己来去看。秀秀，你较冷静的啦，我毋是秀秀啦。你不是秀秀，我要爱秀秀，秀秀你转来。你伤势也袂好，你莫安尼冲动啦。秀秀，我听侯经理讲，伊一定派人去找秀秀小姐，你甲安心用病嘞，好无？伊袂搁转来。伊讲伊永远袂搁转来。安尼也是好啦，我有讲，20年，算我白白请用，算我白白饲伊。
叫你答应伊甲主角的婚。我袂答应，我绝对袂答应。你是啥物人？啊，我叫阿娟啊，我住来亲边对面，以前咱嘛捌去过一摆啊。我定会听主文讲起你啦，你甲阿亲爸代志，我嘛最清楚。莫甲我讲起伊的代志。我听我去你讲，你破病啊，所以我专工来遮看你。多谢你来看。这无算啥物啦，你甲阿亲爸，莫阁讲伊，假使讲毋是伊误我20年，假使讲若毋是伊害我，我讲过，我莫阁提起伊的代志。有我怎样想，拢想无。你甲阿亲爸，莫阁讲伊，假使讲毋是伊误我20年，假使讲若毋是伊害我，我讲过，我莫阁提起伊的代志。阿亲爸听讲你跋倒，伊就烦恼的呢。我毋相信，是真是嘞，伊最想要来看你啊。我毋免伊看，我毋免伊可怜，我嘛毋免伊同情我。好好，无咱莫讲阿爸的代志，我写做去互你食。小姐，你叫做啥物名？恁兜住伫倒位咧？恁厝的人哦，一定足烦恼的。你赶紧甲我讲，我通我敲电话来通知恁兜的人啊。妈，免搁再问啊啦，啊，搭位早问甲搭，也问袂出半句话啊啦。